经过疫情渐渐平稳，医疗病患转去到病院治疗，和医疗的用费大大增加，会库存量一直无法度达到安全的顶级。加上顶礼拜寒流，民众出门关费意愿降低，会库面临历史的新低点。会疫库存只剩无到3-4天，医疗用费情形是相当危急。对此，台南关会中心特别举办捐血有爱，因为你在活动，希望会当号召更多热血民众加入。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也特别出面呼吁市民朋友共同来关费。寒假的时候有长达10天的年假，那这10天的年假，因为有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回去处理所以咱也希望讲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记者会，包括中有7个服务处的部分、服务站的部分，都会来响应我们的一些捐血的一个活动。为血库加满油，仪式开始，请加油。不止政府来协助，台湾中油台南营业处副处长黄玉成也带领多位中油干部做伙来帮忙募会。12月26号到12月30号期间，将伫咧台南关会中心7个关会定点举办捐血有爱，因为你在关会聚会活动。所以我们这一阵子就是面临到就是库存特别的低，就是因为捐的量它没办法急速上升，但是用是急速上升所以在这里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台南市民朋友，就是假设你有空，或是你可以挪出一点时间的话，就到我们的到处可以看到捐血点去捐血。那我们在这个月里面，也有很多的企业，包括中油，都跟我们配合办理企业周。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段时间，透过这些企业的帮忙，让我们的捐血量能够上升。为了感谢长期参与关会民众爱心，台南关会中心特别准备了黑熊法兰绒被，要让民众一定来换。用心准备的感恩礼，就是希望会当吸引到更多热心民众来关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